腹肚枵，煞病大主。来食泡面外口透风落雨，无法度出去。啊！来食泡面，稍等一下，食泡面的文化是安怎发展的？咱现代人咧食的泡面，一般是用棕油甲面线煎好焦焦，蒸做定定的面饼，会当保存真久。是讲，咱若来去网络顶上问，泡面是啥人发明的？英国较通人知的讲法，拢会介绍日清食品的创办人安廷伯福。伊的名原底号做吴伯福，是为迄时的普瓦卡家来出世，伫咧台南大汉，嘛捌来到台北永乐町学做生理。尾啊，安廷伯福去日本发展事业，成做在地企业家。迄阵啊，已经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后，安廷伯福眼看日本社会世界拢强要查空美金，伊就决心要来研发一项会当互人紧煮食的食品。拄好有一天，安廷伯福看到因某安廷玲子咧煎天妇罗，伊就想到会当先甲面线煎好焦，安尼面线毋才会囥较久。就安尼，安廷将即款的 idea 落去研发。等到1958年，伊带头研发的紫芹拉面总算上市了。但呢，若讲到发明泡面的人，有人提出无共的讲法呢。亲像同款来到台版发展的张国文，因为伊真少念台湾的家丝面，就来研发保存家丝面的技术。1956年，张国文家开发的商品，号名做东明长寿面。2档了后，张国文提出味富干面制法的专利申请，到1960年才正式予日本官方公告。不过落尾，张国文甲家己申请的专利卖予安廷伯福。就安尼，安廷伯福甲制作泡面的技术甲专利总放弃，透过媒体行销，予家己制作开发泡面的代表人物。虽然当初时开发泡面商品的头尾一时无法度讲透机，不过咱有关当确定，泡面会成做工厂生产的商品，拢和去到日本的台湾生理人有关系。搁再讲，尾啊日清食品嘛推出出一寡无共的商品，亲像安廷伯福，伊为着要互日清食品进入美国的市场，怎开发一种用杯仔底的泡面？因搁推出太空人通好煮来食的太空拉面，去互太空顶面无共的物理环境。是讲，咱台湾在地是啥物时阵引进泡面的生产技术，渐渐打造家己的品牌咧？1960年代，美国提供台湾真侪面粉做食食的原料。伫咧1968年，有一个生理人，伊的名号做李团基，伫咧干豆设工厂创立国际名利食品公司。伊为日清食品迄边引进生产设备甲配方，推出鸡汤口味的生力面。拄开始，这款面互人当作真有营养，佮方便咱煮食的粮食。不过后来，大家感觉生力面干那鸡汤口味，无别项变化。食品公司怎愈来愈歹经营，落尾渐渐退出台湾的泡面市场。过来，统一企业为日本引进泡面的生产技术，参考台南的担仔面，伫咧1971年推出统一肉燥面，透过电视广告行销，才成做真出名的泡面品牌。我毋是咧替人拍广告啦。有人讲泡面食过量对身体有败害，嘛有人认为讲，假使咱会当改变煮泡面的手路，淋一寡菜色，安尼就会当做较健康的一顿哦。即马伫咱台湾要食到泡面是真事上的代志。除了有在地发展的食品公司专门咧生产泡面以外，咱嘛有引进日本、韩国，甚至泰国、印尼、越南的泡面。大家上介意倒一款的泡面，会当分享予更较侪人知哦。